今日睇佢哋公審嘅做咩？佢要做多10年苦工。佢幫我揾過好多錢，佢發夢都諗住 New Orleans 開個巴，仲諗住揾我去做媽媽桑。佢話我要做到70歲。先俾間夫人，話佢聽，我要翻去掘地裏，用唔着噶啦，而且唔夠，呢啲錢用嚟做咩嘅？買路錢，你要離開越南咩？